大家好，歡迎大家嚟到賽馬108 Channel。今次嘅賽事翻返嚟跑馬地，總共咧係有9場賽事，採用 C 跑道進行。今次 Double 都有心水喎，佢嘅心水咧就推介第一場，分別有1號鼓浪高升、7號燃心星同埋8號戰企飛。大家如果想知道 Double 嘅第4選同埋其他場次嘅選擇咧，就可以上 Double 嘅 Facebook 專頁。佢嘅 Facebook 專頁咧叫做打比樂 Double， 大家可以上去個 Facebook 專頁嗰度瀏覽下嘅。另外咧就到我嘅心水啦，我就揀咗第3場，呢一場咧就第4班1200米。首先咧就揀5號志合柏。志合柏咧佢本身咧就曾經流過鼻血啦，咁同埋咧亦都係好容易氣管多血，變咗佢嗰個表現咧有陣時都係因為陣上氣管多血咧影響咗佢嘅。咁而咧佢上次跑完嗰場賽事，今次係唞翻有成1個月有多，咁相信咧對呢啲咧即係比較容易氣管多血嘅馬咧都係有啲幫助啦。而事實上咧，上次雖然話跑過第4，但係上次嗰場賽事佢係喺個步速上同埋個走位上咧，所謂嘅雙蝕之下咧追翻上嚟，跑過第4就輸1有1/4馬位嘅啫。而今次用阿布文跑啦，因為布文其實都贏過呢匹馬，同埋整體上名率都係幾高，加埋志合柏，原來淨係綁嚟跑呢個谷草1200米咧，個表現咧都好準嘅，所以今次用翻布文，雖然話排9檔啫，但係呢匹馬咧，佢本身個跑法都係比較靈活啲，如果攝到好位跑跟前都可以，所以咧就首選咧就揀呢匹先，5號嘅志合柏。跟住再揀落去咧，就揀上次喺呢個路程贏馬嘅3號團結勇士。團結勇士咧上場係初次過嚟跑馬地跑，結果咧就喺呢個1200米嗰度能夠贏到佢嘅處女勝利啦。咁而嗰場賽事佢雖然話守住個內欄，不過咧佢喺彎位已經係轉去2碟追㗎啦。咁同埋咧整體嗰個總時間啦，同埋就算末段嗰個時間都幾夠灌注，所以其實上次嗰個贏馬嘅水準都冇睇低佢，因為佢都能夠掟開對手贏嘅。咁而呢匹團結勇士贏完之後，今次當然要加磅啦，就孭到132磅。不過好彩咧，呢匹馬咧都有啲噸位嘅，同埋排個6檔都唔算認真太差。如果攞到個2碟位，呢匹馬都仍然有得喺度咧，叫做爭翻一席，甚至乎係做到座位望贏嘅。跟住再揀咧，就揀1號千杯競典。呢匹馬咧就係例牌嚟㗎啦，屬於嗰啲3班就勉勉強強，4班咧就有些少優勢嘅，即係屬於啲典型係4班頂3班尾之流。同埋咧，佢亦都係最啱就係跑谷草1200米㗎啦。仲有上次雖然喺3班跑一場直路賽，都係跑過第7名啦嚇，獎金名次都冇，同埋都要輸成5個幾馬位。不過其實原來睇翻佢上季都係咁樣安排㗎，佢喺5月中贏嗰場咧，亦都係喺之前喺3班跑，都係跑直路賽，跟住咧減翻1分咧，落翻嚟4班，轉翻跑馬地1200米咧，就俾佢由頭放到尾啦。所以呢匹千杯競典咧，都唔使話太介懷佢上次冇乜表現嘅。總之就係一落嚟4班跑翻谷草1200就要 hold 住佢㗎啦。第3場咧，我就簡簡單單揀3匹馬嘅啫，分別就係5號志合柏、3號團結勇士同埋1號千杯競典。大家見到屏幕右上角咧就係一個會員資訊嘅查詢嘅 WhatsApp 電話，大家有興趣咧就可以 WhatsApp 到呢個電話度㗎。另外咧，除咗自己訂閱之餘，share 出去咧就最開心啦，俾埋 like 我哋更加高興啦。亦都歡迎大家喺評論區留言。節目咧分享到呢度，多謝大家收睇啦，下次再見。